我是 Rakuten Girls 曲，欢迎收看本周的野球名人坊。哇，又来到了新的一集，看我的服装就知道这个跟上一集没什么太大的不一样。我们首先呢，要先欢迎我们的当家台柱东高。大家好，野球名人坊的那个朋友们，大家好，曲曲你好 ，Hello。你的衣服没换，我的也没换。对啊，这就是我们 Rakuten 女孩就是必须要展示的、啊，该有的是不是？买不到喽。你看我露手臂，你该露一些东西给大家看嘛。你们想看什么？哪个部分？腿好不好？你下方留言。哇哦！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要赶快来欢迎我们的重量级来宾钟老师。欢迎！野球名人坊的观众大家好，曲曲好，阿东好。老师，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观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在下方预测我们的上半季总冠军。节目刚开始你就挖这个坑，挖得蛮深的。挖这个洞给我跳。我直接挖洞给你们跳了吗？可以讲讲看，我们先有请钟老师好了。好的，80%是统一狮了。啊，老师预测统一其他是对争取20%，所以统一狮还没有100%啊，所以大家还可以拼一拼呢、啊。现在开始，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赛事全部浓缩了，就是他们也没什么机会可以休息了。那在这个部分，他们每一天的比赛就至关重要了，对不对？应该是啊，以目前看起来的话，统一狮队的投手的稳定性，目前看起来是不错了。而且他本身的速度也够的话，他用的战术盗垒的战术也蛮多的。那这个部分是其他4队要先克服，就是统一狮的这种打跑也好啦，盗垒也好啦。你如果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要抓住统一狮会比较困难。他们团战的感觉比较，目前感觉比较进入状况，因为我们现在也才刚复赛嘛，所以我们对，应该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子。那我们的东哥呢？您感觉？其实上半季到这个比赛进入到尾声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变数。当然，在比较看好的一个球队，大概是统一跟中信嘛。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不见得哦，因为在这段休战的时间，可能有战力上的一个受损。对，就像统一狮队，他们非常仰赖的洋投泰迪，因为泰迪在对于统一狮队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手战力。如果他一个离开的话，在这个轮值的一个先发的一个场次来看的话，可能会少了3到4胜的这样的一个胜场数哦。你说对一个球队会不会影响大？再来就是说，中信他们非常信任的主炮手张志豪离开了球队，因为他开了一个这个手镯的一个刀，这个球季可能就会报销掉。报销了。对，可能在整个他是这个疫情开刀吗？对，这个疫情开刀了因为这疫情开刀嘛，可能在这个球季可能就会离开了这个战线。在中信兄弟可能在攻击这部分又少了一个大炮，可能得分的一个效率会大幅的一个降低因为在上半球季中信兄弟维持这样的一个战绩，张志豪适时的那种全垒打的这个产生或者是一些再见全垒打这个再见安打，在休战之前，张志豪都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贡献。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你看可能中信兄弟的战力上，因为张志豪的这个一个开刀之后，可能战力可能有受损的一个问题存在。相对的，后段的球队又有机会。那对乐天的话，因为在休战的时间呢，可能他们球员目前可能对进入状况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需要短时间内要去改善。那就看这个教练团的功力。要如何能够及时把乐天队的这个战力拉上来，包括团队的这个实力拉上来，这个就是要考验乐天队的教练团。我当然会看好乐天队，因为他们有这个总冠军赛的一个经验如果在教练团这边能够及时把这些选手的心能够把它
集结下来的话，上半球季还是大有可为。那富邦悍将这边的话，因为就像同一狮队的一个状况是一样几乎在洋投这部分也是富邦悍将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些洋投也是富邦悍将比较固定先发轮值的投手了。可是这些投手离开球队之后，我相信这个他们只能说寄望下半球季啊。我可能说寄望下半球季是不是吉战力江少庆加入球队之后，包括在去年选秀进来的郭俊麟加入到这个先发轮值，是不是下半球季有跟对方有比拼的一个机会？那味全龙队的话，那就是先用练兵的一个角度啦，去慢慢去把选手的一个经验值累积啦，然后就看就是能够从比赛过程当中可以吸取到更好的一个成绩。那当然就是希望说他味全龙队能够在上半季能够把胜率可不可以拉高一点嘛？我相信那可能就这个球团这边就会看到这些选手的一个这个努力，开了他们的一个潜力的。这个可能就说上半球季以目前会出现的机会比较高的话，大概就是 A 段班这3队。A 段班吗？就是统一、中信兄弟跟这个乐天队。乐天对，这3队就可能在上半季这最后的比赛的这个赛程当中，看哪一个球队调整最好，包括在这个时间当中，教练团如何去调兵请将，可能都有关于上半球季季冠军的一个球队了。这是我的一个分析。所以我觉得好像复赛之后，现在预测是不是都还算太早？没错，那预测不管是比赛的过程预测就是简单明了，就是谁冠军了，就是这样子了。对啊，你说我讲同一狮队会冠军，对得起我的良心吗？你懂的嘛？要不然我问你，你会预测上半球季谁冠军？我跟你说，你一定会讲对嘛？我预测我只能讲乐天了，没有其他队了。所以说这个老师这边讲的会比较客观一点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请教两位大前辈，老师啦。这方面真的我不适合说话呢，我只能引导各位了。我想请问一下钟老师，我觉得说你们当球评这么久了，那我们来跳一个，就是我们预测完之后来跳一个，说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当球评？这个问题对，就是说为什么要当球评，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机缘的巧合啦。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是从新农牛这个退下来因为新农牛本来叫我去做行政的工作，后来考虑以后我就去带学生球队了，台中市的中山国中了。后来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李瑞麟给我介绍到这个那时候未来正好是标到这个中华职棒的那个他要转播权利，转播权利，他好像花了19亿还是多少拿下3年的一个转播权利了，然后就是需要球评了，那时候就介绍我去这个未来担任球评的工作，但是我也没当过球评啊，这个球评要怎么当？那就是收集资料啊，然后就是以我对棒球的了解，然后对这个比赛中这个选手的一个的近况啦，然后球队的一些他的一个实力啦，还有各个选手的一个战力啊，做一些分析然后在比赛中穿插讲出一些内容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始讲，应该那个时候我好像是40几岁了，就是带学生球队然后就是担任球评，那时候就是这个阿东就是也在新农牛了，那时候在新农球队，那个时候我播的过程当中，好像他们也拿过2次的冠军了，好像是拿2次了，早一点播嘛，连续2年的样子。所以担任球评的时间，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年轻，这个记性也好，反应也快，讲的还是有人接受了当然说，你球评要
当得好的话，你如果当不好，人家第二年就说不定第二天就叫你说你明天不要来，因为这个东西也都很竞争啊。你没有讲到一定的水准的话，人家观众也不会接受，球团也会有不一样的反应，选手也会看不练啊，对不对？没错，那对啊，我会觉得说，那可能是像球评，你们在评断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不能带任何私人情绪，或者是说你自己心里会有特别想支持的那一队，但你们要中立的去讲评这样子，会吗？你会不小心就是可能他出局了，你心里会 yes 会吗？应该不可以吧？应该最起码的中立是基本的态度了。身为一个球评原则上他当然他的一个身份，当然就是以这个分析比赛那种整个状况了哈，那状况，然后比较不会说偏向哪里了，当然除非是你是特定的。你是特定的话，你当然就是要去支持你这个这个球队了，对啊。东哥，那对，您现在是在那个敌对的那个嘛，对不对？转播平台上面。什么叫做敌对？中华职棒联盟的某个球队，什么叫敌对？因为我现在身份嘛，对不对？等下我去换个衣服好了，不要穿这个颜色。那你会不会在转播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就是在讲评的时候，特别有帮他们就是收集一些不一样的情报，或者是不一样的分析，会吗？这应该是算是学习啦，毕竟从小到大都是接触这个棒球运动。我希望说透过这个职棒的比赛来去了解这个时候双方的总教练是如何去叠对叠。这个时候双方的球员在碰到状况的时候，这个选手的一个解读能力是怎么样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角度。那把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当中一直把它累积起来，可以透过转播来去分享给这个球迷朋友。再来就是说，当然因为本身也是职业球员退役下来的也当过教练，对球赛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进行，包括比赛的一个状况当中，一定有我的一个标准在。你是职业球队，你绝对不能在我标准以下，这样的话，小弟我那种情绪有点波动了，可能就会有那种爱之深责之切的那种心情了，就恨铁不成钢的那种这个一个心情了。就是说，因为情绪波动了，言语上就会比较。就是你因为一个职业球员，能够你站到这个一军的一个舞台，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薪资的一个待遇的话，你一定要达到我这个标准一个平行线啊。对啊，一定要到我的标准平行线，你不能在我的标准以下。哇，那个我就觉得那种就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就会去做一些这个修正，或是要就说一些提醒，或者说这个选手的在比赛那种态度，我就会用这样的一个这个转播方式。那当然如果在我的一个转播当中，你的表现、你的态度是在我的一个标准值以上的话，哇，好，那这个我在转播比赛的时候，那种转播那个感觉就变成一种享受比赛了。对，就是那种很厉害，大家都很喜欢那种很热血，然后很，例如说有些有 nice play 那一种，就哇，大家就起来鼓掌，然后发小声告诉你好不好？小声告诉你好不好？其实我们这个球评的一个身份是专门盯人家有没有在球场上认真打球。你不要告诉别人这样吗？钟老师有专门盯有没有认真打球，有没有100%把这个态度呈现出来？比赛输赢都有啦，但是你选手的表现的水准，有的时候会表现得很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失误了，这个就是棒球的一部分。棒球的一部分就会因为当天的他的状况而造成的一些比赛内容的不同，所以每一场比赛，棒球比赛都不一样。每个选手他每天的状况也会不一样，所以说
表现好的时候，我们给他拍手，给他加油。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会给他一些刺激啦，但是也会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一些鼓励。这个都是棒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输赢当中就是画龙点睛，球评就是要把好的部分把它点出来，差的部分也把它点出来。差的部分点出来，就是让球队能够有进步的根据。其实除了球场上有胜负之外，包括球员的一个的这个状况有高低起伏的情况产生之外，其实只有一种不变。不管你是球场上发生失误也好，或者是被三振也好，或者是可能球队落败也好，唯一不变的就是在球场上那种态度。打不好就是全力冲刺。这个球我就想尽办法，就是用这个扑球的方式，看能不能接到这个球。包括在这三振的时候，那种这个想要突破你的那种企图心，其实在这种的一个态度，其实在每一场比赛都可以呈现出来。对，因为像中职赛季有120场，那大家像每一场球赛都发挥出那种专业的态度，那个是大家都会focus 在眼里的。那教练们，你们有没有想说，有没有哪一个很深刻的比赛？我印象深刻的大概是在我转播的一个场次里面，就是台湾中职应该说是第一场的完全比赛的一个比赛。那刚好那场比赛我也转播到，那场比赛真的很诡异啊！瑞安在投出这个完全比赛之前，其实他整个投球状况也没说那么稳定啊。比赛进行的时候就觉得瑞安那一天的一个控球就相当精准了对方也是打得到，如有神助。就那场就没有到犹如神助了，就觉得那天的状况就是内外角的两侧的一个位置上都投得相当精准。那一场比赛，这个主审裁判也蛮捧场的。这个时候，主播跟球评就这个在转播过程当中，突然间每次在中场攻守交换的时候，都会去交换一下意见啊，对比赛的状况都会聊天哦。可是到第6局之后，这完了，奇怪，我的主播跟球评很像不认识一样。在中场广告的时候也不讲不聊天，就觉得很诡异，就觉得有可能是什么事情会发生，心中都有一个潜规则，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这个秘密，就是双方都很有默契，都很低调。那比赛一直进行到第8局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中职这个另外一个纪录的产生，也是第一场的纪录就继续到第9局。那心里想说，完了，这个完全比赛的一个状况，如果是平手的话，这个纪录会不会产生呢？最后还是靠着这个同一师队的郭富林挤出再见全垒打，拿下那个胜利之后，才那个瑞安才达成中华职棒的第一个完全比赛的一个纪录。当这个产生出来的时候，我跟那个主播啦，跟主播啦，在瞬间那个大概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闷在心里的那种被羁押的心情瞬间爆发出来，对，突然间呐喊出来，完全融入到那场比赛的那种氛围，你知道吗？对，就觉得就想说会不会完成这样子，但是大家都心里有数不讲。我就觉得就是那场比赛让我去记忆，应该说这个那场比赛让我这个记忆相当深刻了。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啦，就觉得除了当球员时期也看到自己的投手我达成这个无安打，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在守备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就很紧张啊，也这个对那场比赛也战战兢兢啊然后竟然转换跑道当球评之后，竟然在那个当下会有这种心情啊，我就觉得在我转播的一个过程当中，除了能够转播到一场中职第一场的一个完全比赛，也可以享受到那种在当下的氛围，对，转播过程当中也感受到这样的那种气氛了。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对我来讲是这个记忆很深刻。真的当球评好像就是你就算没有在场上打，你还是可以在
那个气氛很融入了氛围当中，你就融入了，你好像就在场上挥击，跟在场上投球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在这个突然间我怎么明明就在转播这个主播台上，怎么可能在感觉上深入在这个球场上，在守备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记忆好深刻哦，蛮有趣的。那我想问一下哦，钟老师，你记不记得你在2008年的时候8抢3奥运资格，你的一句话造成在网络上点阅率超过200万？应该是金周灿吧？你给我中国队的那个盗垒王啦，他那个守二垒的金周灿啦，他每次就是一有机会就要盗垒，因为盗垒成功的百分比也很高啦，而且速度也很快啊，是。那个韩职的那一年的盗垒王，所以说被抓到了，哇，这个真的，就好像跟这个阿东播到完全比赛一样，我这个人很那么兴奋哦，对，心里面在想他一定会跑，感同身受，结果说，真的又真的跑，然后真的被抓到出局，哇，那个尤其又是中华队的比赛，哇，那个真的很爽，所以就脱口而出。你给我找，播到中华队的时候，这时候就无差别待遇，就直接把心里的话就讲出来了。对对对，就很自然就脱口而出了。我也蛮希望有机会能够播到这个国际赛的一个机会了。然后，如果对啊，如果可以播到国际赛的比赛的话，我要跟那个钟老师一样，你个照，你买照啊，你照看嘛呀。我要学他讲一些经典的一个传播方式。通常在国际赛事很容易会有一些经典的语录。老师，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经典的语录？例如，我记得展元是不是也有播过？然后那一句话也是造成轰动。赢韩国就对了。对。为什么会有那种心情呢？就是好希望能够赢韩国。对，好想赢韩国啊！哇哦，就是感言就是那时候我们播的比赛，就是那个韩国队那个时候成绩都很好嘛，我们要赢都机会比较少。其实，在亚洲地区啦韩国队最怕碰到台湾队因为他输台湾队的机会比较大，而且日本队很怕韩国队，因为日本队常常输韩国队。我们是不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们有赢过日本一场亚锦赛，在台湾举办的？对，是好险了！我想说我是梦到还是怎么样？没有，他们不是派职业的啦。日本国家队都会分级，亚锦赛的话，大概都会派这个业余队来参加这个亚锦赛。比较大型的话，国际赛事都很想要播到，对不对？对，难得一个机会啊！那种也可以从比赛过程当中也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个棒球文化，也看到对方的棒球文化的话，也可以从总部当中可以去学习啦。我觉得我是蛮希望能够播到国际赛的一个机会。好了，大家有没有听到？快点把对啊，所以说那个老师什么时候要让给我？赶快跟东哥好话，因为东哥接下来要播到国际赛的机会会很多了。希望啊，对，希望有这个机会了。那我想要问一下老师们，要怎么样才能当球评？你一定要具备观察能力，然后要具备这个说的能力，观察再来的话口条。表达，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幽默感，这个幽默感很重要。两位老师不是讲冷笑话，就是讲笑话会大家会觉得很好笑，这种幽默感真的很重要。其实你当一个球评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能够跟你的主播分享他比赛现在进行的一个进度中的内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没有发生的状况，你能够比较精准的预估出来，这个是需要功力的。那所以你会比较推荐说，如果线上一些职棒的球员，然后
退下来可以朝这个方向走吗？你要走的话，你功课要做得很够。尤其现在有电脑嘛，你要收集资料也很方便，然后去看选手的一些譬如说学生棒球的比赛啦，或是怎么样，都要收集一些资料。你在讲的时候会比较接近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否则的话，你讲东，人家跑西的话，你根本就文不对题啊，对不对？就像你考作文的话，人家给你一个题目，我的父亲，那你写到我的母亲，这个题目就文不对题了。没错，文不对题啊。其实修平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我当选手的时候，其实钟老师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你知道吗？重要指标，对，重要的存在，而且重要的一个人物，就像我幕后的一个教练。因为老师他是可以，就是他不是只是看你单纯正常的表现，他是连续的，所以说他转播这么多场，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当球评，这个就是很专业的，对不对，老师？老师现在在发光，老师。讲到阿东哦，叫恁总的出来，满垒的时候打全垒打啊，黄宗义。在其实总教练的时候，对啊，那场比赛他这个钟老师转播那场，我提出总教练的代打全垒打哦。其实从那个提出全垒打之后，他就可以观察到我那个时候有没有做一些偷练的一个动作。你看他眼睛多利啊，他都知道我有在偷练，才有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就是他钟老师的一个价值。就是说，其实他还可以当选手。现在还可以当选手。东哥就是总教练当得太早，因为如果说我是公司的高层的话，我会先安排他守备教练，然后战术教练，再总教练。但是他那个时候当总教练，都还可以再打5年了。那都是一个过去式了哈。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一场比赛，一个球评能不能把整个选手的状况，包括球团的一个生态，能够很透彻的能够告知这个球迷朋友，这个才是一个球评的一个价值。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标题的最重要的一点。对，就是这个标题。我们今天2位是今天标题的重要核心。就是你个照叫恁总的出来，对呀，2句而已啊，你个照叫恁总的出来。哇，真的呢，我觉得真的是很佩服2位神拜。然后我们节目也到了尾声喽，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我们中职上半季的总冠军，可以在我们的底下留言，或者是你们想要看到更多什么更精彩的内容，也可以在下面告诉我们。那我们下次呢，也会再邀请我们的台柱东哥，然后也要谢谢我们的今天大来宾，柯总教练。谢谢，好，拜拜。